天下沙拢放到冰箱哦，冰一暗。有啊，你若加登去，哇！系啊，哦，我到即马拢用安那呢吼，迄笨笨的吼，头一摆就洗掉，爱洗掉吼，你即马笨，啊，过顿早你会，迄个，规个拢。咱等下才来开讲，我即马咧直播啊。OK。哦，3十啊，我先share这，咱来祈祷。很重哦，你不要带。录多久？好，来，咱来祈祷。预备，阮搁一摆拄进伫你的面前，要来查考圣经路德记的记载。阮看见你伫早前就对伫即个外邦的福音伫迄个所在来兴起你的奴仆、你的女婢。阮伫遮也要看见一个愿意听主你的诫命来听人的人，会当成做你拯救的一个出口。阮求你的圣神甲阮三角地地，特别是阮还搁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虽然阮已经有济的人接受到即个疫苗，但是阮犹原恳求主你的恩典来甲阮三角地地，也阮得到主你的保守。阮将永远的时间交托伫你手中，安尼祈祷靠主的名，阿免。好，今仔日是第2章啦，吼。就是咧讲到即个拿俄米带路德转去到伯利恒的所在吼。其实因未入去到伫伯利恒，因即个田园是伫伯利恒的边郊遮啦吼。咱若照记载，今仔日的经文伊就有讲到讲即个波阿斯是对伯利恒出去伫即个田园遮吼。通常即个园主吼，无逐工伫遐咧顾啦。伊拢互迄个长工，也是讲伊的即个奴仆内底有一个带头的，伊伫遐咧做即个管理的工作吼。当然是圣经的记载讲拄好，迄一工路德开始去捡的时阵，即个波阿斯嘛去啦吼。安尼讲足臭拄坎啦吼。但是即个臭拄坎对圣经的记载，是讲对信仰的角度来讲，这是上帝真特别的安排啦吼。伫这个所在，互波阿斯甲路德会当相见面吼。咱对即个第1节到23节即中间会当看到一寡物件吼，咱来看啦吼。好，这今仔日的记载基本上拢伫田园较济啦吼。伫即个咱讲麦田吼，伫田园内底吼。好，咱来看吼，其实伊迄个所在有足济人的田，足济区的吼。当然，波阿斯是其中一个尔啦吼。你会当看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吼，伊有几啊摆提到讲以利米勒的亲族波阿斯吼，是即个以利米勒的亲族。其实伊有咧稳装一个暗示一种，就是讲因为即个关系后壁要发生的代志会较特别吼。当然还佫有规范吼。20节的时阵，咱会佫讲到吼。伫后壁也佫出现一摆，就是即个拿俄米讲的，讲伊是咱的亲族吼。这伊拢总有佫讲几摆吼。即个物件，这互咱知影讲，即个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族，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吼。伫即个路德记内底吼。然后咱看到讲波阿斯所照圣经的记载，伊是一个大财主吼。波阿斯的原文的意思是讲足敏捷的啦吼，做代志真溜叻吼，足敏捷的意思吼。伊是一个大财主，意思是讲伊的可能田介济吼，是讲伊的家产也真济安尼吼。咱去看到第2节咧，甲咱讲路德伊甲伊的大家讲吼，讲互伊会通去叫即个未遂啦吼。所以伊就请求，所以咱会当看讲路德甲伊的大家的关系是即种真有咱咧讲的礼貌，也是讲礼仪吼，爱甲伊要求。咱连伊伫落尾的时阵会过来讲到，就是讲，所以咧讲到去捡即个未遂的人，
偌济人，只有一个，吼，即个家庭来讲只有一个尔，吼。所以若有人共款吼，对2礼拜前我咧讲迄概论的时阵，我有讲着迄个法国的民法吼，10岁18度吼。有人讲即个10岁是照即个路德记去画去，完全毋对啦吼。其实你去捡未遂的只有路德一个人尔，拿俄米无去哦吼，拿俄米无去。所以咱伫遮会通佫看着吼。好，所以伊爱拿俄米来稳准伊去捡物件转来吼，捡即个未遂吼，因为基本上伊还佫算是拿俄米的新妇，也是讲咱连咪会去讲着迄个查某囝。即个字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啦，吼。好，所以伊就甲拿俄米讲吼，我来对啦，看啥物人要互我对吼，我就来对伊吼。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第3节所讲的吼。我来去对伊安尼吼。第2节、第3节伊咧讲着讲我要去，所以伊嘛毋知影讲要去对啥物人会即个残的人吼去捡遮物件，伊。会当讲是伊无熟悉嘛吼，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来讲我来去捡即个未遂吼，若啥物人要互伊捡，伊就去。所以即个咱佫看到一个，咱讲真巧合的一个机会吼，就是讲伊毋知影要去对啥物人，但是呢，伊看到讲波阿斯即口田的人可能较好气，还是安怎，伊当对即阵人开始咧捡吼，所以伫第3节佫讲一摆吼，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拢总有讲3摆，讲波阿斯甲以利米勒的关系，拢总23节出现3摆吼，迄个频率足悬吼，就是咧一直咧暗示即个关系吼，即个关系正做罗尾即个路德甲波阿斯的婚姻的关系，即个是咱咧讲用电影来讲叫做伏笔啦吼。伊伫咧提醒即个物件吼，提醒即个关系伫即个所在吼，所以伫第3节的时阵，伊也佫讲一摆啦吼，佫讲一摆。OK， 拄好拄着即个波阿斯对伯利恒来吼，这是第4节的所在吼。当然，咱讲拄好啦吼，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吼，咱咧讲即个主人通常无需要。逐工伫遐咧顾吼，咱会记耶稣咧讲着用迄个譬喻吼，咧讲着即个田主的萝卜去收租，结果遮个租田的人、种田的人，甲即个萝卜拢刣，拢安那，毋是甲拍，就是刣吼。叫伊的即个独生囝去的时嘛，叫刣咧比喻讲耶稣受难啦吼。所以迄个意思是讲。田主是无需要家己去的吼，但是主啊臭拄看伫即工，波阿斯也出现啦吼。这个就是讲，咱对另外一个信仰角度来看，讲上帝真奇妙的安排。伫路德去捡即个未遂的时阵，波阿斯拄啊好去吼。咱伫第4节的经文看到波阿斯出现的时阵，伊就甲收割的人，收割的人就是伊的萝卜吼，讲。愿耶和华甲恁同在，会通看伫讲即个主人甲伊个萝卜的关系，毋是迄种咱一般咧讲即个较地济的时代，也是迄个诸侯的时代，遮个主人拢真安尼高高在上吼，无吼，咱会看讲即个波阿斯甲伊个萝卜的关系真好，看到伊个萝卜甲收割的人，甲伊讲愿耶和华甲恁同在吼，嘛是因为即种的。个性也互伊会当去注意着讲有一个青云的负责人伫遐，佫有一个迄个外邦的负责人伫遐吼。你也看伊个萝卜，原来甲回答讲愿耶和华赐福互你，这敢若是一个教会互相请安尼的感觉啦吼。所以看到迄个关系是真好的吼。好，咱来看讲伊伫遐吼，甲因这个，过来伊就发现迄个。陌生人一个青云的查某人伫迄个所在，伊就私底下来问伊的即个萝卜讲即个到底是啥物人？当然因就甲伊讲吼，伫第6节的所在就甲伊讲，这是摩押的女子，是对拿俄米对摩押倒转来，就讲伊的故事安尼，就讲
伊来要求讲要来捡即个村落来遮个麦穗吼，对再去交单吼，若照安尼看，足有可能，伊第一工就拄着波阿斯啊啦吼，咱就看到即个大概伊去了解伊的背景，当然经文无甲咱写真清楚，伊得到偌济消息，但是后壁咱就知影讲，其实伊的罗卜甲伊讲真济吼。好，第八节伊安怎讲？好，咱小看者吼，伫即个所在吼，亚罗撒冷吼，伯利恒草伫遮吼，伊迄田拢伫咧外口遮啦吼，所以毋是伫迄个城内，是伫咧外口遮吼，所以咱来看即个伯利恒吼，伫下骹吼，伫遮吼，其实遮真正讲要爱有偌济修行嘛，是足困难吼。咱用即种卫星地图看的时阵，咱就会当差不多知影讲，较往死海即边遮较有青色的物件啦吼。这小可互咱知影迄个地理的关系安尼啦吼。好，第八节到第九节就是波阿斯甲罗德所讲的话啦吼。伫即个所在，咱有看到讲波阿斯不但是对伫伊的罗卜真客气，关系真好以外，伊也真注意着遮个送乡人吼，注意着遮个送乡人。所以你也看第八节的经文有一句话真趣味。波阿斯对罗德讲查某囝，听我的话，你毋通去别个人的田来捡吼，毋通离开遮，爱甲我的遮的女婢做伙。我的萝卜伫倒位收割，你就对因吼。我已经吩咐因袂当欺负你，你若喙焦，就会当去甲因做伙啉啦吼。你注意甲看波阿斯所讲的话，当时时虽然因有照即个摩西的律法，互即个送乡人来捡即个麦穗吼，但是呢，基本上因原来有迄种犹太人的骄傲，会看袂起遮个送乡人，佫会甲因欺负，这是波阿斯讲的吼。所以咱来看第九节伊讲的，你就对我的罗卜去，已经吩咐因袂当欺负你。所以欺负遐个伫遐咧捡的人，好哪亲像介正常啦吼。这是因的一个当时时可能的迄个文化是安那，也是感觉讲因吼足有鲁啥的吼，拢会伫遐捡影响因工作是安怎嘛无一定吼，咱毋知影吼。所以波阿斯听到罗德的故事，伊就真受感动。咱看见伫11节、12节的所在吼，伊也有写着吼。过来就是讲波阿斯伊本来人就真好吼，你看伊甲伊的罗卜的互动也真好吼。第三呢，圣经学者有诶圣经学者讲吼，波阿斯迄个时阵看到迄个罗德就安那煞到了啦吼，去煞着吼，就介意伊安尼啦吼。这毋知啦吼，这是落尾才发生的代志吼。若是毋是这个一见钟情，咱毋知影啦吼。有诶圣经学家是安尼想啦吼。过来就是讲，真有可能其他的田园的主人甲管理者，因吼虽然袂拒绝遮个孤儿寡妇，但是对因有即个轻视歧视吼，有对因无好的即个动作，也是讲态度吼。咱对第9节、15节、16节甲22节，拢差不多会当看到遮一种信息走出来吼。好，即个波阿斯甲罗德讲吼，你对我的这女婢做伙，所以基本上伊甲罗德甲当做啥物诶？当做伊家己的人共款就对啊啦吼。就是讲，你甲我这女婢做伙吼，你若喙焦吼，甲我的罗卜吼做伙啉水，所以伊互伊甲伊的这罗卜安那，咱讲平起平坐啦吼。所以毋但是讲允准伊捡尔定，嘛是佫真尊重伊吼，真尊重伊吼。而且咱会看见讲经文的记载，波阿斯佫交代伊的即个罗卜讲吼，伊若要对迄个规捆的吼抽的时阵吼，嘛莫甲主动。所以这是一个真特别的待遇啦吼。
我想嘛是因为安尼，可能有一寡性格感觉讲，这就是对有意来才会安尼啦吼。咱毋知影吼，圣经无写啦吼。好，再来就是讲，咱要倒转来讲吼，伫即个希伯来文咧讲查某囝，吼，其实咧讲囝嘛是共款的意思啦吼，就是讲，迄是一个统称啦，吼，查某人、查某囝，即个查某囝伫即个所在是咧讲着年轻的查某人，吼，所以伫第2章第8节有诶翻译讲吼小姑娘啊，吼，因为伊是真少年啊，前礼拜 David 咧问讲，伊差几岁吼？照算起来嘛，差20通岁啊，安尼尔吼，所以伊也真少年吼。即个会当用伫无共款的用法，比如讲有咧指着拿俄米咧叫路得即个新妇嘛用即个字，吼波阿斯咧叫路得一个青春的少年查某囡仔，伊嘛用即个字吼，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统称啊，无一定是查某囝吼，伊有可能咱嘛会当翻译讲，亲像即个经文我放伫遮即个吼，甲讲小姑娘啦吼，但是讲小姑娘吼，亲像经元定讲我儿啊，我的囝，我的囝，其实迄个概念是共款的吼，咧大概互咱知影讲希伯来人因咧用即字的用法吼，伫即个所在。好，再来第10节，咱看到路得对即个波阿斯的回应，伊真清楚知讲，伊家己是一个外邦人，会当得到即个波阿斯对伊的即个安尼恩待，伊感觉真感恩，所以讲吼，我既然是外邦人，你怎样会当得到即种恩典，互你来安尼听我安尼吼？我用另外一个经文，互咱做来思考，就是讲马太福音的记载中间有一个外邦的妇人人，甲伊囡仔咧求耶稣的恩典，耶稣就甲讲吼我甲你无地带吼，这妇人人就咧讲啥？含狗就会当食桌仔顶落落来的幼幼啊，吼当初是犹太人伫福音书的时代。犹太人轻视外邦人，拢甲因比喻做狗，所以这个妇人人用安尼来甲耶稣讲，耶稣是讲伊真有信心真确定。伊讲桌仔顶落落来幼幼是安那，恩典落落来吼，我食着有够啊，迄种的信心安尼啦吼。所以路得伫遮伊嘛真清楚，伊家己是外邦人，甲犹太人是格格不入，但是伊伫这个所在。看见波阿斯对伊即种外邦人的疼是安尼的时阵，咱会当譬如做讲基督对外邦人的即个会疼甲福音吼，咱用安尼来了解，会当较清楚。前礼拜周牧师嘛咧讲着讲，路得基本上就是即个仪表基督吼，这真清楚，这是基督的外邦福音的一个譬如吼，这真清楚无毋对吼。好。11节到12节，就是波阿斯听到伊讲了后，波阿斯所讲的话，就是会当听到讲，进前波阿斯咧甲伊的老婆问讲，迄个人是啥物人？伊有甲讲遮个代志啦，吼，就是讲伊安怎失去丈夫，安怎决志要缀拿俄米转来吼。咱知影犹太人的即个族群真捌啦，吼，因的世界嘛真细，所以因迄个。佮特别佮对外地转来吼，咱来看后壁，会当看到拿俄米甲伊一寡亲族，也是讲厝边，大家拢讲吼，你叫拿俄米讲毋是，我性命真苦对无吼？会通讲知影讲，伊一转来了，人大家拢知影伊的故事安尼啦吼，所以伊伫遮咧讲着路得安怎来恩待伊的即个大家吼。即个波阿斯感觉真受感动啦吼，这是第1章迄个记载，咱搁review会当看到的吼。所以咱注意甲看吼，其实对牧师的角度来看，伊毋是简单咧对军队伊的大家尔定。咱注意甲看，对第16节的后壁吼，伊讲你伫倒位，我嘛住伫倒位，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后壁迄句上重要。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啦。你死伫倒，我嘛要死伫倒，葬伫倒位吼。除了死，无任何代志会当互咱分离吼。除了死，无人会当互咱甲主分离。这个足清楚是一个咧表达福音的信息伫这个所在吼。讲是迄个是甲上帝的关系啦吼。然后咱看伫第13节，路得安尼个回应讲：我主啊，愿愿伫你的面前来得到恩典，虽然无及你是你的这个女婢吼，你抑阁是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吼。这我用路加福音15章19节，就是迄个龙主伊要倒转来时阵，伊决志甲伊老爸讲：我不配做你的囝，求你甲我当做你的请工吼。我想有迄种共款的心态，一只若咧表达讲迄个基督福音对外邦。对伫即个细汉囝迄种疼甲包容，伫遮咧讲到福音的本质啦，吼。好，第8节到16节中间，咱看到波阿斯真正好款待路得，不但互伊对伊的即个奴仆甲伊的女婢会当做伙平起平坐以外呢，伊阁互伊食物件啦，吼，阁用物件互伊食，交代伊的奴仆吼，袂当甲拒绝，袂当甲责备。吼，爱甲当做家己的人，安尼来照顾吼，安尼来照顾，安尼这是这个波阿斯对路得真好的这个款待啦吼。17节到23节，就是路得转去伫伊的大家的所在，伊就将伊今仔日的修行提出来，互这个路得。路得去互即个拿俄米看啦吼。伫进前头前遮，就是讲波阿斯佮邀请路得做伙食物件，而且咱注意看经文安怎讲，讲就是讲波阿斯一直摕物件互食，互伊食了佮有剩啦。这是伫第14节的所在，吼，14节的所在，伊讲伊食饱了后，佮有剩，这足有可能就是讲，因为波阿斯知影伊的故事，知影伊是一个人来，所以伊处理因大家伫个，伊调顾伊，互伊较济，互伊有剩通好倒转去，早转去安尼吼，这是一个可能性啦吼。好，伊拢总收偌济？一工的中间吼，收22公升啦吼，22公升。咱的现代中文译本直接甲翻译出来啦吼。我用迄个希伯来文互咱看吼，伫这个所在，希伯来文的写法是写讲一个依法啦吼，一个依法是0.1的赫梅尔，一个赫梅尔等于220公升，所以0.1安尼就是22公升啦，吼，这是迄个现代中文译本直接翻译出来安尼吼。所以咱大家知影，希伯来人因的算法安尼啦吼，因的一个依法等于0.1个赫梅尔所以赫梅尔较大啦安尼OK，互咱大概小可知影就好，你免记我要紧啦吼。大约4磅外啦吼，4磅外迄个，若 Costco 买的迄个米，差不多是迄个细包的白米啦。5磅迄种的吼，其实量介济，而且吼，迄毋是挂对迄个麦穗哦，迄是佮拍了的吼。咱来看经文吼，经文啊讲17节讲吼，安尼路得伫田内底所捡的麦穗，直到阴暗，将所摕的拍了啊，拍了就是已经甲即个麦穗甲麦啊安那分开啊。所以迄是真正纯的即个修行，会通讲是吼，真正调顾伊，互伊捡介济意思啦吼。互伊安尼有够热，互因通好去食安尼吼。第19节咱看到讲，拿俄米来关心伊的情形，甲问讲你去倒位捡吼？伊也讲我伫波阿斯的田啦吼。第3摆咱看到拿俄米讲啥？迄是咱的亲人啦。所以拿俄米伫遮吼，就对伊的奴仆讲吼，愿迄个人吼得到耶和华的祝福，
互伊不断会温害活人甲死人啦吼。活人甲死人，毋是真正讲迄个死人，就是拿俄米认为伊家己是死个人啊啦，因为无愿望，吼，就是咧讲即个物件啦，吼。哦，OK，所以咱会通看讲，伫遮佫第三摆提着讲，即个人是咱本族个人，是至亲的亲属，吼，至亲的亲属。即个咱前边已经有讲着啊，就是咱用即个马太福音。迄个撒都该人咧挑战耶稣，即个割腕的代志咧的时阵，因着引用即个因的传统甲因的文化，就是咧讲着即个小弟爱带阿嫂吼，阿兄若过身了后，若伊若过7摆的时阵，天堂伊是倒一个人的某吼，用安尼，这咧表达着迄个犹太的传统，这犹太传统出现伫倒位？是伫摩西的律法的中间，摩西的律法记载伫出埃及记15章吼，咧讲着迄个赎回，共款即个字啦吼，共款伫即个字吼，讲上帝来赎回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用即个字。伫申命记内底清楚讲着即个。若阿兄死去了后，小弟爱带大嫂的即个咧，是伫申命记25章第50到第10节吼，伫即个所在吼，遮咧讲着即个咧啦吼，这是摩西的律法所讲的。咱拄则牧师讲着，迄是马可福音啦吼，马可福音12章18节到27节，撒都该人问耶稣安尼的问题吼，所以犹太人带。即个酒馆阿嫂，伫遮是一个真清楚表达出来因的文化甲因的传统安尼吼。好咱看到伊就真正吼真清楚着波阿斯伊交代伊即个罗卜的代志吼，就叫伊佫继续伫遐徛安尼吼。拿俄米嘛回应波阿斯对罗德的交代吼，就是讲罗德爱好啊军队波阿斯的罗卜，伊伫遮佫一解讲着讲莫去别人迄个所在，惊伊去互人欺负啦吼，惊伊去互欺负第22节吼，22节讲，拿俄米对伊的新妇罗德讲，查某囝，你着对伊的女婢出去，莫叫人拄着你伫别人的下田，才好吼。有的圣经的翻译。就是讲，直接讲到其他的人，其他的即个参主，也是讲即个受怪的人会安那甲骚扰。咱若看迄个和合本的圣经的时阵，就足清楚吼。和合本写那，免得你在别人的田间受到骚扰吼。所以当初是就是讲，虽然遮的人是会当去捡遮的麦穗，但是。伊愿会去互轻视，去互甲即个歧视，也是讲去甲作弄啊，是讲甲敌视安尼吼。所以拿俄米感觉讲这对波阿斯吼是真好啦吼，较袂安尼去互人去甲欺负安尼吼。好，今仔日到遮，来，我来甲这关。